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出嚟跑咧就係呢隻大番薯喎，凌厲標區跟住你先，第3位嘅馬外邊數入嚟啦，陽光寶貝、黃武天火同德，中間南區旺內蘭咧粉紅衫做個快馬加鞭啊，咁入邊嘅話淺藍衫再宜昌奇兵攞出去中外檔，有型勇士大外檔嗰邊咧就東方寶寶啊，好啦，最後300厘米啦，埋邊位置就大番薯，中間咧就凌厲標區啊，咁啊後多層啊嘛，出邊東方寶寶啊追緊啲啦，入邊快馬加鞭啊上咗少少啦，最後100厘米啦，凌厲標區一路壓住大番薯，大番薯埋邊打落去仲有噶，出邊東方寶寶上緊嚟，接近終點，凌厲標區貴福特嚟到香港開倉呢，打開勝利之門啊！跑第2名噶嘛，埋邊大番薯，出邊追上嚟，東方寶寶機會大啲添。至於跑第4名噶嘛。歐洲傳奇啊，桃花多已經咬住第5啦，第6位嘅馬外邊呢，咁啊有馬特風啦，內欄呢就進彩飛馳啦，出邊係進先生，再下邊嗰6匹馬美麗多型武林至尊啊，外邊位置就東風福寶啊，尾3無極勇將呢啲快樂佬喎，暫時見到仍然係富裕君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龍澤飛區就依然係佔先嘅，紅黃繽紛咧響中檔嘅第2位，桃花多響中檔已經係追緊啦，埋邊呢仲有呢隻悠悠乾坤啊。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馬特風啦，外邊追無極勇將啦，大外檔係富裕君子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龍澤飛區拋離咗大約個幾身位噶啦，桃花多開始追上嚟啦，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進彩飛馳啦，仲有呢隻就係武林至尊啦，外邊上嚟仲有富裕君子，贏馬嗰匹呢就龍澤飛區1不離2，咁啊真係又贏啦。開齋咁啊！今日貴福特馬房咁啊，先憑凌厲標區開齋，再嚟到龍澤飛區起咗個馬，跑第2名啊嘛，桃花多響中間，武林至尊追上跑第3，第4名呢有進先生同埋快樂老窩，相當接近。